Hello，你哋好。今屆 TVB 萬千星輝賀台慶2025最佳女主角由新聞女王二佘詩曼奪得，憑 Man 姐角色第4度榮登視后。在場好多 fans 記者，粉絲一早喺紅地氈區應援，好多 fans 拎住晒啲燈牌、橫額、banner，好多好大張。哇！今次我去採訪呢，覺得佢個人好 nice， 好友善，好靚添。fans 見到阿佘呢，大叫 Man 姐好 high 啊！阿佘擺定 pose 擺個心心俾我哋影相，好大方啊，好 sweet。男主角由同劇新聞女王2黃宗澤 Bosco 奪得，在場見到個內地女 fans 呢，攞住個裝滿 Bosco 嘅相架應援去支持。入選最佳電視劇歌曲嘅中3人氣王張雨晨嘅 fans 都好多，佈滿場地周圍，上層嘅電梯出入處同紅地氈區都見到有大批 fans 去支持。獲頒萬千光輝榮譽傳奇獎嘅曾志偉將由現任總經理一職轉任為新成立且專責向董事局提出新節目內容及策略方向嘅諮詢委員會召集人。仲有 Bosco 攞最佳男主持，整爛咗個獎，個笑點，你係點睇啊？今屆嘅得獎名單你哋滿唔滿意啊？你哋覺得有冇做馬？下面留言話我知你點睇啊？留言話俾我知好嗎？